我哋再一次喺度多謝湯告老師陪我哋跑足30年，一秒電影24格16:9任意拍。喺呢度，你想要嘅電影深度或者無聊，盡在我哋電影24房。我係李輝。如果想喺度了解我哋點樣用行內人嘅視角去了解唔同嘅媒體創作，歡迎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喺度每一秒咧都係電影未死嘅證明嚟㗎。又係我哋電影咧超級速遞，雖然速咗2日啦，我覺得係要啲時間去搞清楚職業特工隊對於我嚟講係一樣乜嘢一回事嘅。30年啊，即係第一集96年去到今日2025年，都差不多30年嘅時間，我覺得係非常唔容易。佢做咗8集終於都有一個完結，即係相比起其他好長嘅一啲續集製作，譬如話係 Fast and Furious 啦，大家嗰個情感都唔會咁啊！即係大家見到好多續集嘅創作都會覺得係你 keep 住創作然後去揾錢，但係對於湯告老師去製作職業特工隊咧，大家反而有一種非常之珍惜嘅感覺，就係你每創作一集，我哋都好想好期待你今集仲可以俾到啲乜嘢我。呢啲係喺其他嘅續集電影咧係冇可能睇到嘅。咁咧，所以咧呢一套嘅電影咧，即係最尾一套啦，職業特工隊最終清算。究竟發生乜嘢事呢？喺呢度呢，我會分開2個部分去講嘅。第一個呢，我覺得係一個理智去理解呢套電影啦，去睇下呢套電影最後俾咗啲乜嘢我哋啦。而最後我就會喺個比較情感嘅位置上去睇翻呢套戲，其實帶俾我嗰個 feedback 會係啲乜嘢嚟嘅。咁呢，如果真係要講咧理智呢，呢套電影呢，即係職業特工隊最終清算咧，一定係唔合格嘅。即係其實我覺得職業特工隊入場睇咧，我都唔係要睇劇情，但係2023年嘅致命清算上一集以及呢個最終清算下一集夾埋咧，如果真係好理智地去講，我覺得其實佢個質素咧，其實有少少俾我感覺係好似邱禮濤去拍商業電影，譬如話《拆彈專家2》咁樣啦，或者係《掃毒》咁樣嘅系列，即係嗰種邱禮濤嘅味道係佢 keep 住講一啲嘅劇情俾你聽。佢 keep 住講一啲嘅資訊俾你聽，佢大概話俾你聽個主角個情感咁樣去推進，咁啊你都唔好理咁多啦，呢啲文戲嚟嘅啫，咁啊呢啲文戲嘅嘢咧，你都係其實想睇大場面嘅啫，你都想睇動作嘅啫嘛，係咪？咁但係咧，我明白動作電影咧，動作一定係行先嘅，但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就係你每一個動作電影，佢動作與動作嘅場口中間點樣連結埋佢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技巧技術嚟嘅。如果黐得唔好咧，你只會睇到你記得動作，但係你唔記得嗰樣嘢點解會發生。呢個嘅最終清算咧，俾我感覺就係為咗要令到湯告老師合理地出現喺嗰個地方咧，我作出咗好多不合理嘅假定同設定。咁而呢啲假定同設定令到個動作戲咧，最終係有少少黯然失色嘅。而我都好明白咧，職業特工隊系列一如以往咧係唔去理 boss 嘅，即係個 boss 嗰個設定唔係太理嘅。咁啊，都係純粹俾湯告老師最後有一個好有型嘅創作啦，係咪？咁但係咧，呢一個嘅致命清算同最終清算咧，佢有嘗試作出一種更加有深度嘅劇情上嘅 flop 啦，同埋描寫啦。呢個致命清算上一集就講到就係話呢一個嘅 Gabriel 作為一個反派，佢得到一種又可以統治世界嘅武器啦。咁啊，結合時下我哋最興嘅一個 AI 科技啦，原來呢個世界上咧有人研發咗一種係能夠操控晒成個網絡，能夠入侵晒所有網絡高運算力嘅 AI 人工智能。成個嘅計劃咧就係維繫喺一條嘅電子鎖匙身上面。咁而呢條電子鎖匙邊個爭奪到咧，邊個就能夠得天下。咁而呢個反派 Gabriel 咧就係好想得到呢條鎖匙。咁而去到今集咧，你會見到佢除咗想描寫呢個反派 Gabriel 之外咧，佢亦都好想話俾你聽，除咗湯告老師呢一派正派，除咗 Gabriel 之外，仲有多2派嘅人。一派咧就係同湯告老師喺第1集至到第7集一直以嚟喺過往嘅劇情曾經出現嘅角色咧，係有追逐佢，有一啲可能恩怨情仇嘅套路。而另外一個咧就係
原來呢個 AI 佢有自主意識，佢都想爭奪自己嘅自主權。咁你會見到咧，就係唔計頭先我講嗰啲第一集至到第8集嗰啲新仇舊怨啦。咁而你見到咧，就係 AI 加 Gabriel 加湯告魯斯三足鼎立，其實你會覺得就係，咦，未到最後一秒你唔知究竟係邊一個勝出嘅喎？咁但係去到最尾兩個角色都冇寫好 ，AI 同埋 Gabriel 都係完全冇寫好嘅。佢講咗好多資訊俾你聽，佢講咗好多計劃俾你聽，但係聽到最尾你都係唔清楚湯告魯斯啦、AI 啦同埋反派 Gabriel 其實實際上需要做啲乜嘢，同埋個角色想做啲乜嘢，你大概知道佢有一啲行動，你大概知道佢有啲想法，但係即係呢個優禮圖式嘅劇情風暴之下咧，佢 keep 住講好多 information 俾你聽，講晒之後，動作戲嚟啦，既然動作戲都嚟，咁唔需要特別再去提及大家角色嘅描寫。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我自己睇完係非常可惜嘅地方。佢 somehow 令到 Gabriel 呢一個反派嘅角色咧，成個描寫係弱能化嘅。尤其是如果你有入場睇咧 ，Gabriel 嗰個下場個結局係喜劇式嘅落場㗎，呢個好奇怪。我自己睇到係，咦？惡咗然咁而咧呢個湯告魯斯亦都喺即係如果你有睇雷霆特工隊，你唔中意佢咁嘴遁咧，慘啦呢一鋪湯告魯斯咧嘴遁嘅情況係非常之多嘅，只要佢一講任何嘢咧，啲人全部即刻信佢啊，即刻會俾晒任何 resource 佢啊，毫無條件、毫無保留。咁呢個我覺得好似有啲失卻咗過往職業特工隊你一直會想塑造嘅嗰一個嘅傳統，就係喺個特工嘅世界入面，其實係爾虞我詐，即係你未到最尾一秒，你都唔肯定嗰個 tension 究竟發生乜嘢事，個結局係如何去延展。唉，就係咁樣啦。呢個一個好理性，即係呢個冇辦法，因為我作為一個編劇嘅創作者，我入場，我有時係點都會去留意點樣去做呢個創作。但係咧，嗰個情感係好混合、好奇怪嘅。佢開首咧，同埋佢個結尾咧，係各有兩場嘅獨白。開首嘅嗰場獨白咧，就係Tom Cruise 自己去講嘅，係講一啲劇情少許回顧，以及佢對於呢一種 AI 科技嘅一個投入同描寫，同佢有啲感想。而最尾就係由我哋嘅老演員 Luther 去講出嚟。不得了啦！呢個 Luther 咧，佢最尾嗰段獨白講啲 message 俾 Tom Cruise 聽，一講哇，全場係有種情感係慢慢滲咗出嚟，甚至坐喺即係我睇 IMAX 嘅嗰場，坐喺我隔離有位叔叔咧係開始流眼淚。但係雖然佢嗰段獨白未必係一個好深刻、一個好精準嘅一個獨白，但係冇辦法。當你由96年去到2025年行咗足足30年嘅路，你見住呢班老角色由當日好後生陪你喺天花板跌落嚟，喺個電腦前面，喺個懸崖上面掛住，喺上海嘅一條老街跑，喺杜拜嘅塔慢慢爬上去，你唔知佢會唔會跌落去，潛落去水底，升上去天。直到今日最尾一刻，佢話俾你聽，呢個清算係最終。呢個嘅清算唔單止係一個特工嘅世界對於一個角色嘅清算，更加係成個製作團隊對於職業特工隊、對於湯告魯斯嘅呢個角色 Ethan 成個嘅回顧。如果上一集2023年嘅致命清算都尚有意圖係去吸引一啲希望鍾意睇動作戲嘅觀眾去重新入場嘅話，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咧，最終清算一定係一個好 fans service， 一個完全係毫無保留向住職業特工隊嘅朋友 fans 一個最後嘅告別。咁啊，表面上梗係佢話係最後一集啦，咁但係我自己聽Luther 佢最後嗰個獨白咧，就有啲好似又留少少伏線咁樣，係究竟你最後退休定係繼續落，都好似有一個不肯定之處。而對於我嚟講，翻去呢條片一開頭講嗰個問題就係，有啲人
對於續集電影係好藐嘴嘅，即係你覺得咁多集一定係呃票房，但係唯獨對於職業特工隊咧，一定係欣賞同致敬，無論你幾咁唔中意湯告魯斯呢個人都好，一個人可以連續30年越嚟越清晰，透過呢套電影去揾出佢自己嘅定位，就係我點樣透過電影呢個媒介去繼續發掘拍攝電影嘅可能，透過電影呢一樣嘢對抗特技、AI 科技，相反我用肉體去尋求一種你完全想象唔到嘅真實，透過佢嘅肉體犧牲受傷去話俾你聽，呢個世界其實係冇不可能嘅任務。多謝你湯告魯斯，唔知你又點睇呢？如果你對於職業特工隊最終清算，你最終有啲乜嘢諗法？歡迎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如果你有啲乜嘢動作電影想拎嚟比較，想拎嚟睇，想拎嚟 comment，隨時話俾我哋知。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